講到中東當日燒戰害石化燃料大欠貨，市場也出現欠塑膠粒的情形。最近的經濟部有招相關業者來討論狀況，也講會增加生產5000棟平價專案的塑膠粒啊，盡量用成本價來賣。另外，為了要應付這用電的需求，台電協調去年底拄一個台塑賣料電廠，希望甲內面2台輕拖團機組停放。雲林縣長張麗仙初步同意帶條件配合恢復運轉3個月。那環保局表示講，目前是還未收到申請。新苗店家本來生意會加真好，結果欠塑膠粒的問題來亂，但做生意也受干擾。看到調查局的人來，趕緊給反映。地檢署啟動查入民生犯罪聯繫平台，在各大市場賣場稽查，發現有寧夏夜市的單塑膠粒只敢讓確實的人客，要我關係的業者走來台北市買塑膠粒。比較偏遠的南部，這個東西的供應有一個斷層。剛剛我也跟請部長，希望部長盡快他們能夠查出到底中間是斷了什麼樣的一個。經濟部隨即調集自北國南美各大相關代表討論對策，也增加生產500棟平價專案塑膠粒啊，盡量用成本計價反映。不過石化原料也是欠，為了要解決能源供應無確定性，台電公司最近找台塑公司協商，希望未來電廠1號、3號燃煤機組會當有條件配合恢復運轉。雲林縣長張麗仙同意，在加強維護末端環保原則下，有條件恢復運轉3個月。我們還是要有一些多元的這個備案哈。那不過我們是有這樣的承諾，就是說，全年的這個煤的這個使用量不會超過去年。雲林縣環保局是也未收到申請通知，因那賣電1號、3號機組加起來發電量差不多110萬千瓦。本來講台電台塑簽的契約已經到期，不過2台機組攏有操作許可加電業執照，會當依法運轉。台電在5月會改賣電，影響電力大概有16%，就是可以增加那個備轉容量率大概3%了。你天然氣的安全存量只有11天嘛，如果要燃煤，你現在緊急的時候開始要把那些退休機組進來了，還是會影響到地方的空氣污染的相關問題。那在這個地方，其實我們審慎評估，覺得政府還要多加詳細的來考量。不過也是讓人擔心，在地環保團體講，未來電廠1號、3號機組去年停止運轉，希望政府按電信評估重新啟動。雲林縣環保局講，另外設施若是個別啟動，也是要符合環境影響、一個健康風險這塊規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